大家好，有一種果子會生長喺我哋心入邊，睇唔到、摸唔到、咬唔到，但係就能夠讓身邊嘅人感到甜絲絲。呢個就係聖靈嘅果子。聖經咁講，如果人以本性嘅私欲嚟管理自己嘅生命，會出現仇恨、爭競、嫉妒。耶穌升天前，應許賜下聖靈俾我哋，幫助我哋脫離私欲，引導我哋明白上帝嘅教訓，活出聖潔嘅美德。聖經形容呢啲美德叫做聖靈所結嘅果子。加拉太書5章22節，聖靈的果子就是仁愛、喜樂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實、溫柔、節制。等我介紹下聖靈果子嘅9個特質啦。仁愛係指盡力愛上帝，為他人設想。喜樂係指得到上帝寬恕而歡喜快樂生活。和平係指內心平靜。忍耐係指包容別人嘅過失，忍受困難而唔退縮。恩慈係指對人仁慈、友善誠實。良善係指為人慷慨，樂於助人。信實係指忠誠可靠。溫柔係指謙卑溫和。節制係指自我約束，唔會放縱。當我哋接受咗神進入我哋心裏邊，神就會賜聖靈俾我哋，透過聖靈嘅帶領，使我哋行為有改變，令人睇見我哋行事為人有聖靈果子嘅特質。我哋要透過認識上帝、愛佢、效法佢，喺佢嘅教導裏邊不住操練，喺生命中培植9種美德，努力追求實踐，令到聖靈果子成為我哋生命嘅內涵。順從聖靈嘅指引，培養良好嘅品格，做個不斷長進更新，合乎上帝心意嘅人。邀請你同我一齊祈禱啦。天父，求你容讓耶穌管理我哋嘅生命，並喺神嘅教導裏邊不住祈禱操練，喺生命中結出聖靈果子，喺行事為人中彰顯果子嘅美德，不斷長進更新，成為合神心意嘅人。奉主名求，阿門。